叫什么名字？我叫……那我来猜猜，你姓嬴，铭记，社稷的稷。哇，甄嫂的手好巧啊！你们看这个布偶，甄嫂的病看起来比前一阵子好多了。其实甄嫂收拾起来挺俊俏的。给宝儿了。米夫人，米夫人，婆婆来了，我给您道喜来了。婆婆何来的喜事？巫婆给夫人接了一个好活，夫人要听了准保高兴。婆婆坐下，慢慢说。米夫人，你可还记得那个陶寅老爷？就是那个下了定金，让我们抄写试婚礼的陶寅老爷。就是他，他的儿子要和左大夫家结亲，即将请妻迎亲。陶寅夫人急着要做一件婚礼上穿的喜服，指定要夫人您的绣活。别提那个陶寅老爷了，他出尔反尔，把我们害得还不够苦啊！这回不同了，这回不同了。陶寅夫人千般万般的求我，一定要让我做这个中人。可继承城内手艺好的绣娘有的是，何苦定要我来做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陶寅夫人呐，知道自己的夫君不是世家，所以格外要面子，挑剔的要命。陶寅家家财万贯，官位不高，却深得国相的信任。他们的儿子是个独子，天资聪慧，连左大夫都愿意和他结亲，说明他们家的运势正在往上走呢。这样一来，陶寅决定把婚事办得风光红火，陶寅夫人自然要在喜服上大做文章了。自从在慕容夫人那里看见了夫人您的女工，继承城中的绣娘哪里还有她看得上眼的？只是我们眼下的活计已经够忙，只怕这单不一样，这单不一样啊！夫人，您要是做了这单，您和公子那就是衣食无忧了。陶寅老爷肯出这个数20斤，200斤，200斤，那足足够公子和夫人几年的衣食了。那么一大堆金子，我们再也不用做别的活计了。母亲不用给别人做针线了，冬日我们还有炭火，还有白花花的精米粥吃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有炭火，有精米，手上不长冻疮。我一听这个酬劳，就给夫人您答应下来了。200斤呐，那是一个绣娘做到死都见不到的钱呐。这酬劳听起来太荒谬，只怕是婆婆搞错了。我也怕我搞错了，当即问了缘由。夫人可知她为何肯出如此高的工钱？她想用金线做一件缂丝绣罗衫。那是什么衣裳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衣裳啊！老身我也是孤陋寡闻，夫人您见多识广，想必是知道的。缂丝是采用通经断纬的织法织就的锦缎，而用金丝做缂丝绣罗衫。大约是将缂丝罗衫做好后，再用金丝刺绣勾勒图案，而花朵鸟兽则用五彩珍珠玛瑙贯穿连缀，穿在身上极尽奢华绚烂。魁姑的手艺在楚宫是无人匹敌。她曾经告诉我，当年举姬得宠，她曾为举姬做过一件。可那衣服刚刚做好，不知为何，举姬开罪于楚威后，被楚威后下令毁掉了那件缂丝绣罗衫。这么说来，夫人您是能做的。能是能，只怕
娘亲。那好吧，只是我们得合计一下，看这桩活该如何来接。青菜，新鲜的青菜。柳姑姑来了，这地方太破烂了。柳姑姑，这西市啊，既藏污纳垢，又藏龙卧虎。虽然破烂，但陶尹夫人要的只是上好的手艺。你们拿着绣品干什么呀？采花名啊！谁要是能认出这花名，就能得20钱。这钱来的多容易啊！有人认得出这花名吗？没有啊。那这20钱得来也不容易。你说是不是？让下，可不是。让下。看着呆子做生意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说猜出来能得20。为何说他是呆子啊？你看他又不卖东西，只让猜这布上的花。还说啊，谁能说出这花的名字，给谁20文钱。这不是呆子吗？这不。那可有人猜出这上面的花名？没有，到现在也没有人认识。既然这花没人认得出，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瞧你们两个大男人，你们懂什么呀？这猜来猜去的，这不就是兰花吗？大嫂，您说的不对。我看呢，像金钟花。大爷，也不是金钟花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怎么不是马是呢？鞭草。也不是。这钱不妨给我。公子。小公子啊，你要这钱，总得有点理由吧？因为我知道这花名。你说说。此物是叫杜若，楚国独有，是我母亲的心爱之物。小公子，你我确实有缘之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……我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来猜猜。你姓嬴，铭记，社稷的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您请看。您再看这个，这可是100斤呐！那柳姑是陶尹夫人的心腹，柳姑说了，陶尹夫人为了儿子的婚事不惜金银，所以那件缂丝绣罗衫拜托夫人啦。没了。这些还不够吗？他们为何只拿来了珠宝和金丝？这做衣服的缂丝锦缎，为何没有一同拿来？嗨，他们说了，今日来时匆忙，竟将喜服的料子忘于家中。明日我去陶尹府上取回来便是。夫人，您先忙着，老身告辞了。巫婆慢走。哎，告辞了。夫人，夫人有心事啊？我总觉得给陶尹夫人做喜服的事有些不妥。何处不妥？事情来得太突兀，好处来得太轻易。夫人的记忆世间无两，也许真的值这么些钱。况且这缂丝绣罗衫，除了夫人，又有谁敢接这活计啊？我打量了这匣子里的珍宝，照理讲，做一件缂丝绣罗衫，仅仅一般的珍珠玛瑙即可。可这匣子里还装了许多不相干的珍宝。
或许是陶颖夫人想要将家财都镶嵌在喜服上，向世人证明自己富可敌国。还是明日让五婆问清楚的好，免得有什么差池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回来了，母亲，你猜，我在街头遇到了谁？谁？母亲最想见的人，楚国来的。哼，母亲的故人。你们见到子歇了？那个黄公子在街头用他买下的那块绣花的布料来寻找夫人。殷公子认出了上面绣的是杜若花，由此知道了各自的身份。皇叔父说，他从楚国带来了荣舅舅的书信，因为要紧，所以一直藏在行囊里面，没有带在身上。今日楚国那边又来了公文，所以皇叔父不得不赶回他的住所。但是他告诉我，明日午后他就来小院看望母亲。你皇叔父他可好？而且他很有趣。如何有趣？街头闲人都说他有点呆傻，但我知道他的确有趣，而且他很牵挂母亲。